第3层御剑法诀。御剑怎么了？师姐亲传，如假包换。哎，不行，大师兄教我第2层，我都还没学会呢。哎呀，深入浅出，融会贯通嘛。前面学不会的先跳过去，直接学后面的。到时候啊，你呀，先学会一个御剑之术，这敌人来了之后呢，你打不过，起码还会跑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可是师傅说，习武要循序渐进，脚踏实地，我怕。怕什么？我爹要是问起来，我替你担了干系。我熬了一宿，给你死背出来的，你就这么辜负我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呢，到时候就偷偷的练习，一下子让师兄们大吃一惊。可是师姐，我怕你被师傅骂。你只要不在他面前去表现，除了他，谁还敢骂我呀？你呢，就把这个御剑好好的学好，以后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好了，赶紧的，师姐陪你练。来，好，保持住啊！过来啊！来，好，稳住，这边。到这边来，快点，来，稳住，好。太棒了！我们青云门法术自外而内，吸纳天地灵气归于丹田。天音阁功法自内而外，体悟自身，周身经脉犹如江河浩浩运转。师姐，小凡，你干嘛呢？这只猴子捉弄我，气死我了！亏我还用心的教你武功，连这猴子都抓不住啊！
师姐，那猴子在干嘛？前面好像有点不太对啊。我看他是在害怕，在装死吧。哦，我去看看啊。你小心啊，师姐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师姐。 小凡，你醒醒啊！小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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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啊，小凡，你起来。我没事。小凡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头有点晕。这里太古怪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。好。 这是什么呀？小凡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好。别管他，走。哎，师姐。 走吧。